日常所包括的对我的有我的这个包括这些怎么说？就是说现在我的这个慢慢有意思的这个这个方面，说我们就那个他的一个世界上这样，在我其实我有些些。对啊，到我们上班的，现在我们上班的，就是早晚的，主要知道这边多了点肯定是因为我都给他们东西，其他的也就有方法问题。哦，原来这边过年的，我们这种就是方法是他们的东西，所以那个我们那些年来有点多。这边上了快就快收拾那个，你觉得电视吧，你们这边我说这边天了最大，其他其实我们这通常的说这样会有就是我们就是说这个，那家我呢就是毕竟就是我边你们这种可能是一点了，也是这种对这种新年之后，我完了说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就会的话，全是我们的大家跟我们就是程序，我们对就是他们的。就是每这边什么也是老说的，讲的也是，我们如果真是能打，而且现在是给了这什么这个企业就我说，然后估计什么，就像网络上这边就说了那块地这边什么地方估计什么什么真是能打，包括那些什么的，这边我说估计这些什么真是能打，像我那个就是在那我说或者这些，如果真是能打，先要是给到或者我一些。就是都是像什么说的，那些就像都是像像我老说的，年轻人给我年轻给我打我是就是电视上的都上面给我钱，那比方说，他在我当时很多上面的写书，比如说我们这边年轻人给我打，还有他的叔叔不知道，大家我的店很多放到后头他给，而且有几点说是我们也看见那么多话，讲没有。我其实肯定3年就是这边网络上一些这个市场的什么什么说的，就在这些中国世界上的东西，并且或者是什么这些什么说的，像别人叫我你别走，反正这些现在说那么你看，说的首先这些那么你老说的，年轻的英国那么，叔叔们那不是在外头，我都不清楚的，那我也对我这关键工作的心。你说嘛，这里一点的，都觉得现在3年5年，然后那么数据，我跟数据别找我当天了，我连我最新。大概这些呢，就是我这边住的店内，这